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咱們看一看這個中指研究院，它公布了6月份全國10大城市這個樓市成交的一個情況。按照中指研究院的說法，他說2026年上半年全國260個省市縣一共出台救市政策560條，其中22季度就是4、5、6這3個月落地超過360條。尤其是4月28號這個會議以後，這個救市政策出台明顯提速。這個主要方向在公積金，關於公積金也一共落地超過300條。各地政策主要聚焦激活需求、優化供給2大方向，涉及優化限制性政策、調整公積金政策、發放購房補貼、支持住房以舊換新、盤活存量房屋、完善城市更新配套政策等方面。那麼這個效果怎麼樣？我們來看一看，中指研究院公布了6月10大城市二手房房價地圖。根據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数，2020年6月份百城二手住宅均價環比就比5月份跌了 0.42%， 同比比去年6月份下跌 7.68%。這是100個城市同比下跌 7.68%， 環比跌了 0.42%， 這都是同比環比都在下降。那麼具體到10大城市二手房住宅均價環比下跌 0.24%， 10大城市就稍微好一點了，環比跌了 0.25%， 同比下跌 7.52%。 在成交量方面，重點城市二手房市場保持一定的活躍度，多數城市成交量同比仍增長，就比去年6月份還是增長了的，但是環比在下降了。6月二手房市场熱度延續性強於往年，比往年稍微厲害一點。那我們具體看這10大城市6月份到底怎麼樣？看着媒體天天說的小陽春，成色如何？先說北京，根據中指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20年6月份北京二手住宅成交 1.7 萬套，那比去年6月份增長了 9.8%， 就將近 10%， 連續3個月創近5年同期新高。這成交量，但是成交價6月份北京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 0.54%， 跌幅較上月擴大 0.15個百分點，就是加速下跌。環比同比下跌 8.75%， 跌幅較上個月收窄 0.03%， 這個跌幅跟上個月差不多，就同比跌幅沒有什麼變化，但是環比跌幅加速。簡單點說，你去年6月份花了100萬買了一個學區房，還在上學，今年那房子現在就值91萬2500了，8万7500沒了，那就這意思。這是北京啊，或者你本來想買100萬的房子的，你現在已經對吧？這節約出了8萬多塊錢出來了，環比跌了 0.5%。我們再看上海，這上海是比較火的。中指研究院公布說，2020年6月上海二手住宅掛牌價環比上漲 0.1%， 上海是漲的。而且已經連續4個月上漲，就是環比它已經漲了4個月了。這個6月份又漲了 0.1%， 但是同比是下跌 6.08%， 跌幅較上月收窄 0.6個百分點，也就是環比它的漲了，同比它跌幅慢了。這個上海的感覺稍微好點了，但是它同比還是跌的。也就是說，你去年你準備花100萬買房，如果你沒買了，你現在只用花94萬了，你是該高興呢？還是該着急？這就是上海同比還是跌的，是跌幅小了一點了，環比還微漲。所以說全國就是上海比較特殊，具體什麼原因咱們也不清楚，或者是上海的網友恐怕感同身受，感受要深一點。再看看深圳二手住宅6月份環比是漲了 0.03%， 同比下跌 5.3%， 跌幅較上月收窄 0.52個百分點。深圳感覺跟上海有点像了，6月份環比已經不跌了，還漲了一點點。那麼同比跌幅小了，只跌了 5.3%， 是不是上海和深圳意味着它已经不跌了，或者是往後慢慢的就穩住了？這個不一定，就往後看。那廣州呢，環比下跌 0.25%， 跌幅較上月收窄 0.11個百分點，同比下跌 8.1%， 跌幅較上月收窄 0.34個百分點。都在同比環比都在跌，也就是北上廣深，现在只有上海和深圳同比不跌了，環比不跌了，略漲，同比跌幅減小。北京和廣州環比都在下跌，就這麼個情況。
我們再看看其他城市，比如杭州，整個成交量也在下跌。上半年二手住宅累計成交3.5萬套，同比下降9.6%。價格方面，6月二手住宅环比下跌0.44%，跌幅較上月擴大0.02個百分點，同比下跌6.24%，跌幅較上月收窄0.07個百分點，同环比都在下跌。那成都呢？上半年累計成交11.9萬套，同比下降3.5%。價格方面，6月份成都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0.46%，同比下跌5.47%，同环比跌幅較上月均有擴大，那就是現在開始加速下跌了唄。這是成都。這南京就更狠了，南京是6月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0.67%，跌幅較上月擴大0.35個百分點，同比下跌11.5%。你去年100萬的房子，你現在只值89万了，88万。那你要沒買房是吧？你要等1年，那你现在應該是心情還不錯的。武漢跌幅也不小，武漢6月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0.34%，同比下跌10.89%，就將近11%，跟南京差不多。而重慶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0.13%，同比下跌8.7%。天津6月份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0.16%，跌幅與上月持平。同比下跌9.11%，跌幅較上月收窄0.48個百分點。這是主要的10個城市二手房的6月份一個走勢，大家心裡有數了。剛才已經說了，中指百城價格指數環比下跌，同比下跌7.幾。那現在你看前10個城市是這麼個情況，大家大概清楚了。現在是樓市企穩了還是沒有企穩？如果說企穩，上海和深圳勉勉強強可以叫企穩。但是我覺得也不算，因為它畢竟還在下跌。你什麼時候跟去年比它也不跌了，那就說明它穩住了。跟去年比都還在下跌5%、8%的，对不对？如果上海、深圳都不算企穩，那其他地方就更別談了。這個還是在260個省市縣出台了560個救樓救房措施的政策的情況下取得這麼一個成績。我們再看易居研究院，他發布了一個報告，說全國二手房掛牌量同比減少19%。就比去年，易居研究院發布6月末8大重點城市二手房數據，廣深北上杭等城市二手房總掛牌量123萬套，較2025年末減少9萬套，同比大降19%，拋售房源明顯減少。中指同步披露，2026年1到5月二手房交易佔比達52%，超新房成為市場成交主力。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小幅回落，庫存拐點顯現。這是易居發布的6月份的報告，顯得好像好一點、樂觀一點、積極一點。然而這也沒什麼用。今天我在網上看了一個自媒體文章，它的文章也挺長，標題叫“有多少80後在還房貸”。他是說什麼意思？他說1988年到1990年生人，基本上是80後的尾巴和90後的頭。就這個意思。這個文章主要是談這個80後、90後他們的財富人生。他認為說中國80後累計是2.22億人，其中獨生子女佔了70%，所以中國80後的分化是比較大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開始遇上了擴招，而且80後的父母基本上是50後、60後，而50後和60後是中國改開後1977年到1987年大學生的主要來源。50後和60後的社會分化實際上從1977年就開始了，主要是2類，一類是讀書改變命運的，像這個作者說他就是這一類。第二類是下海做生意，搞制造業，做個體戶掙錢改變命運的。說有一批沒怎麼讀書，但通過社會實踐最終改變了命運的，都屬於這一類。也就是說的是80後、90後的父輩，他們的父輩。作者說我有個初中同學，當村支书时，當地一把山火，他成了救火英雄，全省勞模。他們那地方靠近白崖山，此前他買了白崖山一塊地，因為那整個山都是一整塊大理石，整個山是一整塊大理石，被福建人開發出來，市里開始全面開發白崖山，所以他家有礦，他就發財了。他就是沒有走通讀書的路，但在實踐中發財，指的是這個50後、60後。但實際上，大中城市的50後，特別是那些上山下鄉了，後來又沒有讀什麼書的，很多人文化水平不夠，
回城後沒有什麼好工作，後來又趕上下崗潮，因此不少50後和60後，60出頭的人這一輩子過得比較一般，退休了拿3000多的不少，2000多的也有。他就算賬，他說1988年加31等于2019年，1990年加31等于2021年。也就是說啊，如果是1988年出生的31岁，那也是正好落到2019年；1990年出生的31岁，那就正好落到2021年。他就作者的觀点，2020年到2023年這個房地產高峰，這個峰值是誰買出來的？他就是這個觀點，跟我的以前觀點一樣，點背唄。你正好趕上這時候了，正好你看2020年、2023年房地產最頂峰是誰買的？就是那30岁的人，他要結婚呢，有的孩子要上学。那这個房地產高峰誰買出來呢？那這他倒推，那就是1988年到1992年城市年輕人的婚房。當然肯定有不少在這個年齡段之外，但以這幾年的人為主。那當然了，主要是30來歲的這個為主，但是你肯定還有20歲就買的，對吧？還有40多歲買的，這個不重要，重要就是集中在那個年齡段。那正好這個年齡段的人，他們的父輩是50、60的人，實際上從他們父輩開始就已經分化了。有一波人是趕上了改革開放，是已經賺到錢了。那有一波人是過得比較一般的，大部分人是過得比較一般。城裡面你也一般，你50的，你到了2023年就退休了，那拿2000、3000一個月。到2020年是吧？那孩子要買房的時候，他才2、3千一個月，可不是胡一靜老師這樣。他說啊，80後的學歷，小學和初中的為1.09億，占比52%；高中及相當學歷的4100萬，占比不足20%；大專3700萬。占比17.5%，就80後的學歷，說明80後這個大學占比還不多啊。本科及以上不到2400萬，占比11%出頭。年收入3萬以下的3500多萬人，3到8萬的是6800萬人，二者合計1.04億，跟小學和初中水平的人數相當。8萬到20萬的不到4200萬人，跟高中及相當學歷的人數相比較接近。20萬以上1700萬人，占比不到10%，這是作者說的數據啊，不知道他從哪兒看來的，我也沒有查這些數據的來源，也只是轉引從別人那看到的，就這麼一個數字來源的嚴謹性，我沒有追蹤分析，因此在可靠性上我沒有很準確的結論，但我們生活中有觀察，總體上即使比這個樂觀，也不會樂觀很多，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收入狀況。所以作者得出個結論，什麼結論？他如果純靠自己的能力，80後能夠在1、2線城市買房的，只有年收入20萬以上的那部分，比例不足10%。再打寬一點，加上8萬到20萬的一半，也就是2100萬。也他把一算，就是根據這個收入數據，實際上80後真的能買得起房的，大概也就是3800萬人，占比不到20%，也就是1/5不到。所以說，這3800萬人來到城市，多數人的婚房靠的就是掏空6個錢包，然後加上房貸，所以壓垮他們這一代的應該就是房貸。很多80後、90後不婚，跟這個高度有關，也就是跟這個，因為他買不起房子，他怎麼結婚？就是這個他作者算出來，這80後2.22億，真能買得起房的，大概也就是3800萬。這幫人，那買得起房不是說全款，是說他的收入是20萬以上的。還有他放寬一下，8萬到20萬裡面有一半人能買得起，那麼就是3800万。那這些人都是要按揭貸款的，首付一付，按揭貸款，掏空6個錢包。恰恰這些人被壓垮，他們正好嗎？2020年、2019年到2023年正好30歲，這個也算是有道理的，某種程度上有合理性。這幫人被壓垮了，他們在最高點買了房，如果他不失業，他能沒問題；一旦失業，那就是他指望着他們父輩幫不上忙，父輩少数人的發財的，那人家恐怕房子是不是問題啊。那父輩大部分都是普通人，都是拿2000、3000退休金的。那父輩是50後、60後，極少數是有錢人，這沒毛病。所以他這麼一分析，確實情況不容樂觀。相反，那剩下的1點幾億的那80後，估計是買不起房，買不起房反而好了，他沒買房子，他就没有貸款，沒加槓桿，房價跌跟他也沒關係。當然，這都是一家之言，主要通過他羅列的這些數字，我們大概知道現在在還按揭貸款的多少人。70後如果買房了，按道理說他貸款也還完了，即使貸款沒還完，他買的早10年，
那这個價格也不一樣。所以這90後是最慘的，是它是踩在最高點了。我們再看一篇文章，這個文章寫的就有意思了，叫二手豪宅的房東最近更焦慮了。這個就跟我的觀點有點像了，二手豪宅賣不掉，豪宅不是二手老破小好賣，現在好賣的，现在成交量主要是靠老破小撐着，但是二手豪宅你是賣不動的。為什麼？豪宅只有有錢人買，但是有錢人他也不願意買二手的，是不是這個邏輯？我們看這個他文章說，他說杭州叫望天驥示範區，望天驥是杭州今年當紅的豪宅1號作品，總價區間在3300萬到1億元之間。示範區開放當日，由於驗資看房的老板們實在太多，於是項目單場提高了驗資門檻，達到了內地看房驗資的天花板。這個驗資直接提高到3000萬以上。你看不同的房子驗資還不一樣，最多的是要8000萬。就你沒有8000萬這個驗資，你不要去看那房，別看了之後上頭。所以說，他這個驗資居然也創造了一個天花板。驗資什麼意思啊？就是你銀行卡裡餘額就有這麼多錢，不是說我把股票亂七八糟的拿出來給人看，不是這樣子的，就是你銀行卡的餘額最多要8000万你才能看房。你說這叫什麼事？類似情況還有濱杭傳奇府，普通戶型驗資2000萬，493平大戶型就大平層3800萬，雁湖雲莊統一驗資3000萬。杭州幾乎每一個豪宅看房都需要驗資，這些客戶不乏老牌豪宅業主，南新橋的金色海灣、陽光海岸的業主就會去看望天驥、奧印世界等江南豪宅，501號的業主則會去看濱杭傳奇府。據我所知，前2年一位剛買了金色海岸的業主，目前正在猶豫要不要換望天驥386平米的這個房子。看到這裡，你是不是會覺得杭州有錢人真多？作者說不是，作者說我想說的是，有錢人的另一面焦慮，是手握3000萬看不起望天驥386方的焦慮，是手握5000萬看不起望天驥506方的焦慮，是在豪宅市場裡被分為3、6、9等的焦慮。這些老牌豪宅的業主們更焦慮，看着新豪宅產品力愈發出眾，大門的金碧輝煌，會所的珠光寶氣，他們走進新豪宅售樓處的那一刻，危機感就叫如影隨形。不只是杭州的有錢人在焦慮，全國的有錢人都是這樣。深圳灣1號叫瑞公館，看房需要驗資3000萬，看房需排隊，竟然需要半個小時。中信城開信瑞灣看房需要驗資2000萬，現場就是看房也要排隊。有錢人的焦慮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自己手裡的標的快跟不上市場了，也就是自己手上的房子在貶值。早在2年前，上海1、2手豪宅的競爭非常殘酷，光是2000萬總價以上的豪宅，上海2024年至2025年2年就新增了将近1萬套，也就是供给是非常充分的。豪宅不是什麼稀缺品，好為什麼好？是因為它稀缺，對不对？結果它不稀缺，你說說吧。新房豪宅太多，有錢人看得眼花繚亂。2024年，上海2000万以上的新房成交5532套，是2023年的 1.6 倍，是2024年二手房的 3.4 倍。再往上到3000万的豪宅市场，2024年上海是3000万以上新房成交2553套，是二手房的 4.8 倍。2025年上海整體豪宅市场新房成交3606套，是二手房成交的 1.93 倍。聚焦到更高端的5000万以上，新房成交量達到1246套，是二手房成交的 5.06 倍。也就是豪宅市場新房和二手房完全是倒過來的，新房是二手房的好幾倍成交，以至於二手豪宅只能降價出售。黄埔老西门的复興裕隆龙裕2020年急售一套房源，當價僅 14.5 萬每平米，全小區成交周期平均達6個月，就是一套房要賣半年，而且還降價 14.5 萬。距離复興龍裕800米的叫海悅黃埔園，2020年1到6月網簽41套，開盤去化率 92%。黃埔濱江二手豪宅華潤外灘9里，大量房源掛牌超1年無人問津。直線距離500米的
華潤雲啟濱江2020年上半年67套去化95%，什麼意思呢？就是二手房沒人問，旁邊新房馬上一開盤就能賣掉一大半，就去化率90%幾。但是就在邊上的二手豪宅沒人問，掛一年都沒人問。徐匯濱江的融創外灘1號院，往年常常有超20套成交，今年上半年289平米的戶型尚未傳出成交信息。一路之隔的競品新房翠雲悅府上半年晚簽52套，開盤單日去化88%。深圳市場依舊是這種情況，深圳一線海景二手豪宅翡翠海岸，目前平均掛牌周期8個月，就8個月二手豪宅8個月你才能賣得掉。翡翠海岸的競品新房豪宅中信圓灣的圓灣府動工後，直接遮擋了翡翠海岸的一線海景，導致後者的看房量直接下滑70%。你說業主們要不要焦慮？華僑城純水岸4期278平的小高層峰值成交4850萬，如今業主急售報價是3800萬，且掛牌5個月無成交。而同片區臨湖叫新華僑城新喜2020年上半年成交38套，就是邊上上半年賣了38套新房，但是他那个旁邊的二手豪宅直接降價1000萬，1000多萬，降價20%都賣不掉，打8折。廣州天河珠江新城中區的新鴻基峻林單價跌幅超30%，今年上半年成交量同比下滑62%。而金融城的新房保利天耀上半年成交96套，最近又開始漲價。杭州老牌豪宅綠城桃花源聯排別墅峰值是5200萬一套，2020年上半年成交僅28套，去年同期70套，同比成交下滑60%。今年新房豪宅建發西湖雲莊總價5000萬到1.36億，共規劃79套房源，基本售罄。他這舉了這麼多例子，就是說新房一賣一搶而空，那個二手豪宅不好意思，你掛出來半年8個月1年都沒人問，你還打8折打7折，新房豪宅比那還貴還好賣。2020年1到5月，杭州2000萬總價以上的新房晚簽250套，同總價二手成交不到30套，二手豪宅購買力被全面虹吸。從全國市場來看，今年前5個月曾經抗跌的高端住宅市場罕見跑輸大盤。據科爾瑞深度諮詢與普瑞地產研究聯合發布的數據，2025年1到5月，全國重點30城總價1000萬元以上的高端住宅成交14000套，同比下降19%，跌幅超過整體新房市場。而焦慮仍然還在延續。近年各大城市的地王一座接着一座湧現，他們早就排着隊想要進入豪宅市場。其實各地都有地王層出不窮，對吧？新地王取代老地王，新地王一上來肯定要造豪宅啊，那豪宅供應又大了，一座城市有錢人的承價能力有限，一二手豪宅的價格幾乎有重疊部分，新房與二手房永遠是競對關係。套均5000萬總價的新房在國內已屬天花板級別，首物以上預算的客戶有極大程度的自由權，既能選新房也能選二手豪宅。隨着越來越多的豪宅入市，只會讓二手房客戶陷入觀望情緒，讓豪宅業主更加焦慮。以杭州為例，保利天君這個總價這種產品力的豪宅，杭州一隻手都數不過來。與此同時，杭州還在不斷的出讓豪宅地塊，這也是1、2線城市現狀。原本想置換二手豪宅的業主能不觀望嗎？首物二手豪宅的業主能不焦慮嗎？對個人而言，當下市場的產品迭代越來越快，隨着房地產快速發展的時期落幕，那種首物一套豪宅吃盡20年紅利的例子很難再復刻。對於1、2線城市而言，真正的檢驗時刻到了，只有新房、二手豪宅兩面開花的市場，才能看到市場人的上漲的動力。這意味着這座城市市場背後有足夠夯實的產業和足夠旺盛的購買力作為支撐。這關乎的是城市的基本面。這個作者拿了很多豪宅成交數據來對比，發現二手豪宅根本就賣不動，大家買新房、新的豪宅。這就是我一直說的，你如果買房子想一賣賺錢，那你完了。你就是買豪宅，你也不行。你把它豪宅一買，明年就變成二手房，二手房你賣不掉，你打7折，掛出去沒人要，因為能買你那房子的都是有錢人。
有錢人人家買新房去了，这裡面有2个原因，但是原因还很多啊。主要2个原因，第一個就是有錢人人家不想買二手的，有錢人不想買別人住過的，人家有錢，這5000萬1個億，那肯定不是普通賺來的，能賺5000萬1個億的人，那賺錢很容易，割韭菜割來的，賺錢容易，人家就不在乎，就不想買二手的，買新房。這第2個，新房比二手房產品要好，它新房總會設計的更合理，更酷是吧？更炫。你二手房設計的你再超前，人家新房肯定比你壓過你，對不對？人家借鑑你的成功之處，所以有錢人買他就願意買新房，不願意買二手的。那二手豪宅賣給了誰？賣給了那些你說他有錢他也沒錢，你說沒錢他手上還是有點，往上夠不着，咬咬牙勒緊褲腰帶，夠一個豪宅二手的，這樣人也有，他畢竟少，他本來這種人他應該是買那種1000萬的房子的，或者700-800萬的大平層。但是有的豪宅降到2000萬，他自己手上錢咬咬牙還也行，按揭貸款貸個800萬，自己交個1000萬，差不多能買。他就想住豪宅，畢竟不一樣了，他住進豪宅他那個圈層就不一樣了，鄰居都是有錢人，他是這麼想的。這人是對吧？勒緊褲腰帶從牙齒縫裡摳錢出來買的，只能買二手，你二手降價便宜。所以說從這個角度我們就知道，你要想在什麼地方買個豪宅稀缺的，完了之後想等着過5年漲1倍把它一賣，這個想法也不切實際。你買了豪宅，你這二手賣不掉，很難賣，還得降價。說1000到1萬炒房沒戲，不要炒房。實際上我個人認為這個豪宅未來也不好賣了，有錢的韭菜越割越少，不可能這麼無止境的割下去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